啊，要归去问恁妈妈。你白痴啊！哪有人要互人 surprise， 搁甲人问诶？嘛是吼。咱即摆主要有几个问题：第一，礼物是安怎伫咧内底？第二，台门外口圣诞老伯阁是安怎？看起来是愈来愈困难啊。阮个大号查某囝吼，都一直咧闪避啦。即摆囡仔哪有伊想的遐尔软食？你讲对无？嘿啦嘿啦。你阿妈阿仔讲拢来，咱感情才会顺利。迄钱拢无看伫眼内呢，即嘛知影，迄钱真重要。你这个样来，拍水拍水。紧的啦。关啊！你看，有像迄天咱看到无？哦，对吼，敢若看到影，恁就会受着，恁根本就是天才。无啦，普通啦，普通啦。迄天暗时，咱明明甲所有所在拢封起来。内底无人，迄礼物是谁送的？顶届转去，你毋是秘伫后壁？哦，视觉死角，我知影。迄暗，阮爸爸胃疼跋落，咱拢过来关心伊。若即个时阵有人秘伫后壁，然后咱离开的时阵是阿英的爸爸出要开门，所以无人会发现门后壁有人。迄个人就会使趁咱困的时阵，开头甲礼物插入去。但是，迄个人到底是啥？敢是你阿妈？你安怎啊？无代志啊，只是感觉原来遮简单了。敢若有一种。人嘛变大人感觉呢，大人原来想遮尔济哦。